师平安。哎，平安我说你今天无打哈，啊！没有贴那个，哦对吼，我无带哎，迄个连结对吧？哦。对，安尼赶紧来用一下。好，时间已经到我已经打出去啊吼，看慢慢兄这入来安尼吼。好，咱先来祈祷。天阮的天父，阮搁一届组织透过网络阮要来查考路加福音23章，特别记载着耶稣基督为着阮受难这个过程，也透过这个大灾节期搁这段圣经，阮搁一届来反省，特别是阮所领受着上帝你的恩典，也恳求主你互阮透过路加福音。23章以及其他福音书的这个记载，阮搁一届来审视阮家己特别是阮领受到你的救恩的时，伫阮的生活中间怎样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对你的脚步来行。将今仔日阴暗的这个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祝你的圣神来开启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咱今仔日23章啦吼，咱尽量看有法度来甲伊完成无啦吼。23章呢，基本上有三个真大的段落来结构起来吼。第一个就是耶稣受审判啦吼，第二个是耶稣受钉十字架。第三个就是埋葬吼，这三个故事连结做伙吼。那不离个伫经文的分段顶悬吼，分做6个段落啦吼。这6个段落就是遮吼。第1节到第5节，耶稣伫彼拉多面头前受审判。这个6节到12节伫希律的面前吼受审判。13节到25节是搁倒转去伫彼拉多的手中。然后去用判死刑的这个过程吼，所以耶稣受审判的代志分做3个段落啦吼。26节到43节咧讲到耶稣受钉伫十字架的代志，44节以后到49节讲到耶稣基督的死，然后50节以后讲到耶稣受埋葬吼。我今日共款用图片较济吼，文字较少的 PowerPoint 啦吼，因为经文大概拢已经互咱啦吼。好，耶稣伫彼拉多的面头前受审判吼。咱前礼拜
咱讲到22章的后壁面的时阵，咱有讲到讲耶稣受掠的时阵是第一个受掠去的所在，并毋是伫彼得岛的面头前，是伫即个祭司伊所徛起的所在，祭司咱讲宿舍好啦吼，也是伊住的所在吼。咱知影掠耶稣的人毋是罗马的军队甲军人吼，掠耶稣的人是祭司甲因的守卫吼。所以圣殿的守卫有掠即个宗教犯的权柄吼。这咱大家爱知影吼。所以耶稣头起先是去互宗教人士掠去的吼，然后送到伫即个彼得岛的所在吼。所以伫今仔日第一节的经文讲，全地议员拢徛起来，甲耶稣押去互彼得岛。彼得岛是啥物人？彼得岛是罗马政府派去伫即个耶路撒冷，也是讲犹太地的一个总督啦吼。这个总督咱会当讲伊是算一个咱会当讲是军队的将军，也是首领吼。伊另外一方面嘛是一个政治的带头者吼。古早军甲政是合作一个啦吼，所以咱大概知影伊的背景，所以伊本身是罗马的军人吼。伊一方面有做这个监督的责任，一方面伊也带领军队吼。所以因甲耶稣送去伫彼得岛的面头前，其实是不哩正常啦吼。因为伊就是代表着罗马政府嘛吼。为什么讲正常呢？因为咱知影犹太人祭司想要甲耶稣治死罪。那治死罪吼，只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政治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强盗啦吼，伫当初时吼。所以因只有用即个方法。所以你若看第1节到第5节的经文中间，特别是第2节吼，第2节咧讲到耶稣，因起诉耶稣、控告耶稣的罪有两个。第一个是讲伊自称是犹太人的王，第二个是讲伊禁止犹太人来纳税互该撒。这是伫今仔日的经文足清楚讲到吼。咱会等下去讲到另外一个经文，咧讲到即个纳税的代志啦吼。好这个互咱了解一下本州彼得岛伊的即个背景啦吼，互咱大概知影吼。基本上呢，是罗马派来的一个军人、一个将军、一个领导者。伊对伫即个伊所管理的即个地的人，无拄真客气啦吼。伫即个内底，咱看到伊有即个屠杀撒玛利亚的朝圣者的代志，然后去互人甲伊택职吼。这个部分啦吼。好，这个就是耶稣送去伫彼得岛的面头前受审一个图吼。这是另外电影中间的一个剪影啦吼，互咱知影就是讲，但是彼得岛呢讲恁家己有律法啦吼，因的律法是啥物？是宗教法吼，是宗教法。所以伫约翰福音18章31节中间，彼得岛想要甲这个责任塞倒转去，但是犹太人安怎讲？阮无有即种杀人的权柄伫遮吼，因无有杀人的权柄，所以安尼咱就真清楚知影，犹太人的祭司甲遮的宗教领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治耶稣死地啦吼，就是要爱互伊死了地，所以伊才会送伊去到伫彼得岛的面头前，然后因伫彼得岛的面头前做假干证吼，做假干证。其实耶稣从来毋捌家己讲过，讲我是犹太人的王，伊毋捌。但是伊吼，因遮人讲伊自称犹太人的王啦吼。你知影耶稣的回答问题的习惯，拢是伊若毋是用问题回答问题，伊就是讲恁讲咧吼。
拢是人家己讲诶啦吼。过来就是讲，因控告耶稣，叫人袂当缴税互该撒，啊，这嘛无影食诶代志吼，无影食诶代志吼。伫这经文呢，咱读过经文路加福音20章诶中间，因就摕迄个问耶稣啦，讲纳税互该撒有应该啊无？啊，耶稣就叫因摕一个钱铜钱仔出来嘛吼。伊就甲讲迄个真出名话，该撒的归互该撒，上帝归互上帝。耶稣并无讲恁毋免去归这个纳税吼，所以这是有真大诶一种咱咧讲诶诬告诶一个情形啦吼。所以咱若注意甲搁看落去诶时阵吼，这个毕业岛吼，伊安尼讲诶了后。伊讲一句话真趣味啦吼，我查袂出有啥物罪啦吼，伊无法度嘛，伊讲这伊第四节讲我著查无啥物罪啊吼，但是咱注意甲看这个经文内底吼，犹太人诶宗教领袖控告耶稣2个罪名，但是毕业岛甲讲我查无啥物罪吼，查无啥物罪伊无针对着这个控税诶代志，吼，无针对着即个代志。这有几个原因啦，吼，咱若了解着当初是迄个扣税诶人诶迄个制度诶背景，拜三诶查经诶中间即个文福长老嘛有讲着即个部分啦，吼，就是也是即个咱咧讨论诶时阵有咧讲着讲因扣税诶人是一个算讲猫诶制度吼，因拢会扣较济税吼。如果耶稣基督伊是一个鼓励大家莫纳税诶人，什么人先着起来？应该是马太，应该是迄个亚撒该。结果因拢无，却是宗教人士来控告耶稣，讲伊叫人莫纳税，这个逻辑上不符合啦。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是安怎讨厌扣税人？因为讲因是配罗马政府来欺负家己人，所以拢讲因是罪人嘛。哪有可能讲祭司家己去控告讲？你看耶稣叫阮袂当纳税，吼，这是咱咧讲违反常理的一种的控告，吼。所以毕业岛基本上无对税金有啥物意见，因为我想伊是一个聪明人啦吼，伊大概知影这个人要找耶稣的麻烦，是因为耶稣这个伫宗教顶悬去得罪着因啦吼。过来呢，这个毕业岛讲问无了后呢，伊就甲伊送转去到伫这个希律的手中啦吼，嘿，伊特别是咱看到讲经文，伊咧讲这个人吼，咧讲指耶稣啦吼，伊是对加利利来到伫遮啦吼，所以咱若对第6节开始看的时阵，咱就会看到讲，毕业岛真欢喜啦吼。一听到讲第6节讲，一听到伊是加利利人吼，伊就马上讲恁家己送去希律遐啦，因为加利利人是希律的官区啦吼。希律伊是分封的王吼，伊毋是耶稣出世的迄个希律，迄是大希律，这是第2个吼，伊甲伊送去伫遐吼，伊安尼讲，咱讲烫手山芋啦吼。赶紧来杀去伫希律迄个所在安尼吼，希律来审判，但是希律呢，看到耶稣颠倒真欢喜吼。圣经甲咱讲第8节，希律看到耶稣就非常欢喜，原因是因为伊捌听到耶稣的代志，一直真爱来见伊啦吼，佮毋望会当看到伊所行的神迹吼，所以。希律基本上拢有听到耶稣传福音者的代志，吼伊嘛真毋望会当看到耶稣，但是无机会。到伫这时阵，毕业岛叫这祭司将耶稣送转去互希律来审判。
加利利人耶稣啊，这是遮的祭司，也是讲宗教领袖足无法度接受耶稣是基督，但是伊是加利利人。是毋是因中间有人讲啊，加利利人会出啥物好物啦？嘿但是伫即个中间，彼得多一知伊是加利利人，就甲伊送倒去伊的管辖。好，希律甲彼得多有啥物无共款？咱大概小可知影一下咱拄则有讲啊，彼得多是罗马的军队的军官。伊带领一队的军队来驻守伫该萨利亚，专门咧管即个地区，特别是若有节期的时阵，因就会进入伫耶路撒冷，伫迄个周边，伫遐来做一个咱讲类似古早的保安总队安尼去镇暴安尼预备镇暴希律王是迄种叫做咱用咱的话来讲，叫做扶植的地方政权啦你嘛当讲是傀儡君王因为伊是分封的王，但是伊顶管有一个凯撒所以伊迄个若要用现在的制度来讲，你若像讲咱用美国来讲伊可能是州长啦伊个互犹太人家己去管犹太人安尼这是罗马帝国的一种政治手腕啦政治手腕就是互恁家己的人去管家己的人，互恁家己的人去替我收税互恁的宗教人员家己去管理伊只要派一群人去遐甲你监督安尼就好这是因的一种政治顶悬的手腕的管理的方式安尼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送倒转去伫互希律王来审判的原因伫即个所在但是无拍算这个希律王却是真兴致气安尼想要来看耶稣行神迹啦，但是耶稣当然伊无要甲应啦第9节讲耶稣拢无应伊啦就激点安尼拢无爱迄落所以第10节讲，祭司长甲经学教师就徛起来，极力来控告伊啦要怎控告？因为你讲伊是自称做犹太人的王这个咱讲杀身的权利生杀之权嘛无伫希律王顶悬你要控告伊叫人卖纳税互该撒希律王伊嘛无有即种的关系啦所以到伫即个所在，因又个怪怪安尼啦但是人就已经到伫个手中搁耶稣搁伊讲话拢无要甲参无要甲应所以11节咱就看到讲希律甲伊的兵敢若侮辱希人耶稣尔所以伊嘛无法度甲审问伊颠倒是干那要看耶稣行神迹尔耶稣就无爱表达意见这回应着以赛亚书53章的经文所咧讲，伊受欺压受苦的时阵无开喙亲像羊去牵到着受害的所在安尼伊拢无出声啦也无开喙这是大概描写着当初是迄个情景安尼到落尾希律王伊就搁甲耶稣送倒转去伫彼得多的手中伫11节讲着希律甲伊的兵侮辱伊希人伊了后，搁甲伊穿一领真水的长衫搁甲送转去伫互彼得多咱看来好那亲像彼得多甲希律的关系袂歹事实上因是咧互踢皮球咱嘛知影犹太人无有判人死罪的审判权无有即种权但是呢12节真趣味甲咱讲着讲希律甲彼得多本来是有冤仇的，但是迄一日变做好朋友安尼啦这咱讲政治顶悬叫做先来攻击主要的敌人啦就是耶稣
伫即个时阵，希臘甲庇立多就好若亲像变做一个朋友共款，吼，变做一个朋友共款。安尼咱就看到讲，因伫即个时阵，因所做诶代志，感觉真奇怪啦，吼。伫遐送来送去，所以耶稣到落尾，佫去互送倒转去到伫庇立多诶手中。庇立多就召集即个祭司啦、官长啦、甲民众，甲因讲，即个人吼来我遮你控告伊咧煽动民众，但是伫你诶面前来审判伊吼，拢找无罪啦吼，拢找无罪，找无罪要安怎？希律嘛讲伊无罪啊，所以佫来送倒转来嘛吼。伊无做甚物款诶死该死诶代志，但是因为众人拢想咧控告耶稣吼，伊就无法度啊吼，因为小等一下，有人要来摕锁匙要去载物件，我念伊来。好，歹势，所以为着逐个人诶意思，也是讲庇立多惊众人受气，来去动乱，所以伊就安尼甲耶稣鞭拍吼。即个图片是对迄个受难记诶电影内底出来吼，咱知影迄个片，咱看了拢真共苦心啦吼。耶稣伫迄个时阵去互人鞭甲安尼，真咱讲规个皮绽肉开安尼啦吼，伊无罪，却互安尼鞭拍吼，这就拄则咱讲以赛亚书所咧讲诶吼，伊拢无开喙，伊为着世间人诶罪，伊无罪，但是伊为着世间人诶罪，伫遐受鞭拍吼，就是受鞭拍。咱知影伫即个军权、政权，因拢有迄个权柄吼。伊诶权柄就是讲，因伫迄个特别诶节期，特别是办过节诶时阵，因有一个惯例，就是会当来特赦一个犯人吼。众人若讲什物人，因就放什物人吼。庇立多想要借着即个机会来放耶稣离开啦吼。这感觉真奇怪吼！既然无罪，是安怎着个受鞭拍？是安怎着个用特赦的方式来甲伊透放？吼，既然无罪，就爱互伊无罪离开才对，敢毋是安尼吼？但是咱会看到讲，庇立多伫迄个众人的压力的下面，伊真惊当初时会动乱。为什么惊动乱？咱知影。伫搬过节是犹太人真重要的一个节期，所有的人拢会倒转来伫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但是因为即个加利利即个地区是即个奋锐党的大本营，伫迄个时阵真有可能造成动乱，有可能会起革命吼，这是迄个原因伫咧后面，所以。庇立多为着要安服遮的众人，伊就甲耶稣鞭拍，然后伊虽然想讲要透这个机会来甲耶稣来透放，但是当伊咧问的时阵，众人却来讲阮要爱啥物诶？阮要爱这个巴拉巴啦吼，要甲耶稣钉死伫十字架啦吼，所以。马太福音27章15节，甲咱讲诶，孙妇呢有一个常例，就是伫节期诶中间，按照众人诶要求，透放一个救赎来互因吼，这叫做特赦吼。伫民主政治内底嘛有特赦诶代志啦吼，所以
即个毕业岛伊想讲要借着即个机会，若无拍算，遮个人逐个拢讲因要爱巴拿巴，啊无爱耶稣，要甲耶稣来定死伫十字架内底安尼吼。巴拿巴是甚物人？伊是一个咱讲政治即个激动派的人啦吼。咱若咧讲到回教，咱讲叫做基要真理派。即种的人就是咱讲右派的吼。右派的人足激进的吼，伊拢是会通讲是，毕业岛所惊就是即群人起来咧乱的安尼啦吼，但是因正人就讲要爱巴拿巴安尼吼，好所以只有安尼，伊就无法度甲巴拿巴来即个来放开安尼吼，因为惊因作乱吼，25节讲的讲。放因所要求的迄个，因为作乱害人吼，互人关监的巴拿巴，甲耶稣交互因，照因的意思去处理啦吼。伊明明知影讲耶稣就无罪，但是伊就照因的意思去做。咱知影伫即段的过程的中间，毕业岛做一个真出名的动作，就是洗手啦吼。伊的意思就是讲，此事与我无关啦吼，这是伫其他的经文有记载的中间吼。好，23节23章的26节到43节，咧讲到耶稣钉十字架的代志，所以这边就掠耶稣出去吼，当然要叫伊来扛十字架吼。但是伫这个所在呢，有一个人叫做古尼来的西门吼，伊伫对庄卡来，这个庄卡古尼来是北非啦吼，北非的一个所在吼，伊就叫伊去替耶稣扛十字架吼，因为这十字架真重吼，耶稣去用鞭拍甲可能无力扛袂去吼，所以临时看到一个庄卡来真勇壮的人，因就叫伊去替耶稣来扛这个十字架吼，来行这条苦路吼，这个西文呢，古尼来西文吼，伫其他的经文有出现几摆啦吼。伫罗马书16章13节咧讲，主竞选的路甲伊的老母吼，这就是咧讲到这个西文吼，伫其他的经文中间嘛有讲到吼，亚历山大就是古尼来的另外一个所在的名安尼啦吼，所以咱知影就讲，伊本来是无甲伊这无关的吼，但是咱知影伫北非真早就有即个犹太人伫遐，北非嘛是伫初代教会中间神学真重要一个发源地吼，真早北非就伫信仰的中间就足重要啦吼。好，耶稣要受钉死的时阵，因为吼。有一寡妇人人就对伊吼，伫遐咧哀伤啦。耶稣就甲因讲，耶路撒冷的妇人人毋免为着我低靠，着爱为着恁家己甲恁的囝儿低靠。当然，伊咧有言讲，即个耶路撒冷的代志吼，会受到攻击，受到毁坏吼。耶稣咧讲，因为日子要到，人会讲未怀孕的，毋捌生囝，毋捌有囡仔食呢的妇人人真有福气吼。即句话到底是啥物意思？有真侪人误解啦吼。其实即句话是讲，迄个福气是讲，袂因为安尼来过头烦恼吼。所以因无有其他的负担啦吼。但是伫天主教内底，因的新妇甲修女终身无结婚，嘛受到即个经文的影响真深啦吼。末世伫要到，所以伫即个时阵若无有怀孕，毋捌生囝，无互囡仔食奶，就有福气吼。因就感觉讲，因无结婚，就会当专心来服侍，伫末日要到的时阵，会当足认真来服侍主安尼吼。这有一寡影响体制吼。伫圣经的中间嘛，毋捌咧讲到讲基督徒服侍的人，就一定爱
独身袂当结婚啦吼。这是天主教对即个有小可诶误解，行做因诶制度吼，禁欲主义啦吼。好，顶伫十字架中间有2个其他诶人顶伫十字架啦吼。第32节讲，另外2个犯人嘛去甲耶稣做伙处死吼。伊诶十字架边仔有2个人吼。顶伫即个各各他诶所在，迄个所在原文诶意思叫做头壳碗啦吼。头壳碗有2个种诶讲法吼。有人讲头壳碗是因为迄个地形敢若生做甲头壳碗共款安尼。另外一个比较较考古诶人，圣经考古诶人会较接受诶，就是讲，因为迄个所在是专门咧执行死刑诶。真侪时阵执行死刑了后，因厝诶人拢无来领，所以因诶身尸就伫迄个所在一直囥到伫打去互鸟食肉，食了后，剩迄个骨头拢落伫迄涂骹吼，所以遐叫做骷髅山啦吼，骷髅山吼也是叫做骷髅地安尼吼，迄个所在就是咧意思就讲是咧执行死刑的所在安尼，他诶另外一个意思是安尼啦吼。好，边仔即2个死刑犯就有原来有故事咧吼。这死刑犯有一个甲遮诶罗马诶兵丁共款来踢笑耶稣啦吼，因你若是上帝诶囝吼，就来救家己啦吼，嘿另外一个诶讲法就无共款啦。伊讲你若得到国诶时阵吼，请你纪念我吼。所以这2个诶表现是完全无共款啦吼。咱定来讲上帝国到底是什么时阵啦？咱真侪时阵拢讲伫将来诶日子吼，意思讲咱死了后要去上帝国吼。这是一个正确的想法，但是另外一个较积极的讲法就是讲，现在就是啦吼，用神学的角度用的一句话叫做 here and now 啦吼，天国、上帝国是现在就存在。咱会当用2个角度来讲吼，第一个角度就是主祷文所咧讲的。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这是 here and now 的一个真重要的根据吼。这是耶稣教示咱的主祷文内底讲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伫这个3个人顶伫遮的时阵，耶稣甲边的人，这个人的对话啦吼。另外，迄个较尊慈悲的心的人，即比迄个踢笑耶稣的死刑犯，然后甲耶稣讲，第42节讲耶稣啊，你若做王的时阵，和合本讲你得国的时候，你得到国度的时阵，请你会记得我安尼啦吼。43节耶稣讲迄句话，嘛是迄个上帝国临在的一个真重要吼。耶稣甲讲，我实在甲你讲，今仔日你会甲我做伙伫龙园内底。意思就是讲，当你承认耶稣是基督，迄个时你就已经甲主同在伫这个天国内底。安怎来思考？迄个思考就是讲，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你承认着这个信仰告白的时阵，就是保罗所讲的。你心承认，心相信，嘴承认，你就得救吼。大概这个角度来看啦吼，所以咱就知影讲，耶稣基督咧讲到上帝国其实是现在现准时，只要你相信，你承认，你就会通得到吼。这就是这幅图我画啦吼。我这就是咧指乌的所在是耶路撒冷。甲这个乌的十字架，就是迄个踢笑耶稣的，遮拢是迄个死人骨头吼。迄个承认耶稣是基督的，这个是蓝色的吼，才有光照吼。耶稣就甲讲吼，你现在就甲我伫迄个龙园内底吼。好，照圣经考古学家
了解，当初时的十字架，毋是十字，是即个 T 字形的，迄是一个死刑的一个架，吼，死刑的一个架。但是当人顶伫迄个所在的时阵，头就捅出去啊，吼，看起来敢若砸安尼啦，吼，这大概互咱知影过去无共款了解的部分啦，吼。伫上落尾，咱有看到讲，即个毕业刀换啊咱讲伊惊代志啦，吼。但是伊嘛好若亲像不利亚有家己的想法啦，吼。伊伫耶稣的头壳顶用3种语言写犹太人的王啦，吼，犹太人的王，家己人耶稣犹太人的王，吼。这个互咱看到讲，耶稣做犹太人的王，毋是祭司咧讲的，也是犹太宗教领袖咧讲的尔定，嘛是伫毕业刀，咱咧讲伊一个罗马官方的认定，吼。虽然祭司因甲伊抗议，你袂当安尼写，伊讲吼，我写就写啦，吼。你免创啥，我拢互恁做啊！我就要写即个吼，我就是要写即个安尼，所以到落尾咱就看到讲，耶稣钉伫十字架了后，耶稣会死，耶稣会死，伊伫迄个十字架顶悬又讲着7句话，咱讲十架7言啦，应验着诗篇所咧讲，伊伫迄个所在，喙焦因客醋互伊啉，伫遮会种诶代志吼，拄则咧讲着即个3种语言所写，当初时伫犹太地所通行诶语言有3种吼，有3种，即个是拉丁文写诶啦吼。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即个 Rex 是王啦吼。犹太人的王啦，吼，拿撒勒人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吼，这是咱咧讲官方认证啦，吼。所以，伫即个耶稣的死的中间，伫十字架顶悬，伊有足重要的伫顶悬的宣言，吼。咱知影耶稣伫遮讲着7句真重要的话，我互咱来看啦，吼。伫遮吼，伊讲爸啊，赦免因为因所做的，因毋知影。第2句伊讲，我实在甲你讲，今仔日你要甲我做伙伫牢园内底。第3句话是讲，母亲看你的囝，嘛甲伊学生讲看你的老母。过来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你去杀我？过来讲，我喙焦了，伊就讲诚了，讲上落尾讲，爸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伫你的手中。这整个的过程讲的这7句内底，就是完成着伊克西马尼园祈祷，讲爸啊，顺你的旨意，毋是顺我的旨意，这个所以将我的性命交伫你的手中，伫这个内底安尼吼，因为安尼。这个百夫长就讲，这真正是义人啦吼，证人就对刑砍就表示因的哀伤吼，了后23章的50节到56节，咱看到耶稣受埋葬的一个情形。你知影，咱拄则咧讲到这个骨头山吼，这个角度就是讲，真侪死刑的人。因的厝里的人无要去领伊的身尸啦，真有可能就是讲古早有迄种连带法啦，比如讲像彼得的3摆无认主，伊讲你是去甲迄人做伙，你嘛会去用牵连入去吼。好，敢若咱最近拄经过28共款啦吼。我阿公嘛，迄阵无缘无故互掠去呢吼，就是去互伊的朋友吼。去互人行到尾吼，讲着我阿公的名，我阿公就我去用掠去安尼吼，共款啦吼。所以伫迄个时代，政治犯若受钉十字架了，因厝里的亲友基本上无人会去插因啦，所以就迄个骨头碗，就拢会落伫遐吼。
好，因为这个背景，所以咱会知影讲，当耶稣受钉伫十字架死去的时阵，伊学生走啊无看人，吼，伊学生走啊无看人，因为惊嘛，吼。但是有一个人却真勇敢去甲彼得刀来要求讲，伊要甲耶稣的信息领转去。伊讲伊是一个议员，伊的名叫做约瑟，伊是一个真有正义的人，吼啊。伊甲即个另外一个叫做尼哥底母，两个人做伙去领耶稣的信息。啊，即个约瑟是一个真好嘅人，因厝里有一个新的墓园，用好拢无人待过伫内底，所以伊要甲耶稣的信息来甲伊藏伫因兜的墓园内底。好，但是有一阵军队耶稣后壁的负责人看袂过去啦，吼，看袂过去，就是感觉讲，因去甲耶稣埋葬吼，可能安尼，即个手段无够幼弱安尼啦，吼，啊无做甲真好势，吼，所以因就甲转去准备，吼，去准备啊，即个就准备讲第7日，安息日了后，因就要来甲耶稣过来甲伊用好势安尼吼，啊，这是即阵负责人所做的吼。啊，这个好野人用伊的梦，就是回应着以赛亚书53章第9节的预言啦，吼。伫这个所在，咱也看到讲啊，这个耶稣就照着圣经的预言，成做咱世间人的帮赞甲救赎吼。好，啊，这互咱感觉讲真无简单啦，吼。伫这逐个人拢无爱去插遮的政治犯的时阵。啊，因却愿意将耶稣的信息放伫因兜一个新的墓园内底吼。啊，咱知影，遮个负责人因伫拜五下晡就已经无法度去工作啊，因为是安息日到啊，吼，嘿，安尼，吼啊，好，今仔日就差不多到遮，过来剩24章，最后一章，咱后礼拜才搁来讲啦，吼，嘿，好，有问题无？还是有要分享的无？好啊，若无就咱做来祈祷。主必听到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阮看见伊这个过程真正是受苦，阮会当遮尔大的福分来领受到伊的救恩，恳求主你来帮助阮。这是一个真艰苦的过程，真互人感觉真哀伤的过程。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伫阮的生活中间，真正来领受到这救恩，会通活出一个国外的活命。我特别为着信我对伫过来明仔载后日要去到伫鹿港教会，伫遐来举行灵修会，有邀请田家大牧师甲李马宝老师要来指导分享，也伫礼拜日要伫鹿港教会来献诗募款，恳求主你的圣神亲自来同工，也阮所分享建堂的异象会当感动真侪人，成做阮大道的勇士。为着今仔日的组织，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多谢牧师。